我哋冇食。情況就對魚寶長馬，歡迎大家嚟到 6兩嚟啊 DLM 3K Wing 魚寶會現場多 fans 啊！今日粉紅色。QQ 嚟嘅喎呢一個，咁睇下應該阿超哥點樣去炮製啊靚仔咪，我哋吸人幫佢搽完個花繩之後咧就入籠啦，都操到 fit 啊！睇下會唔會除輩份上我應該要叫上去師叔公啊，因為我懷疑我應該係同佢同輩嚟㗎。我哋見到阿公超嗰個影好有型，一個武士，現場係絕對你聽到哇黑帶。你睇下現場嗰啲歡呼啊！喂，即係你見到阿超哥都自信滿滿，係啊，咁啊查一查個巴士領，咁啊超哥本身都有教下拳同埋教下啲摔達咁樣嘅，咁啊前柔道港隊啊 ，Strike Bell 嚟，咁啊對於一個50幾歲嘅人嚟講，我估喺鐵籠入邊咧係一個義托邦嚟啊，即係歲數唔係話真係好似現實世界咁樣，係真係可以好決定到你嘅命運啊！喺鐵籠入邊咧，歲數係完全唔係任何東西。OK， 咁啊睇下魚寶有啲咩嘅表現啦。咁啊面對住阿超哥就有咁多 fans，會唔會有啲壓力影響表現呢？係見到阿超哥都係文質彬彬嘅嚇。Strike Bell嚟，可以落地嘅。睇睇遠處，好啊，咁啊掂一掂。我哋見下魚寶壽司鋪店員喺個鞠躬鞠到。啊，咁你見到阿超哥都好 ready 啊！ Strike Bell 嚟，最好睇我最中意，點一點拳套，係見到超哥打得好定啊！啲手都係一啲柔道嘅格嚟嘅，兩個試探緊。你見到如果想踢腳咁啊，好似有腳。兩個都仲喺度做緊動作啊！係一個 back kick 引落網度，阿超哥避開咗，爭啲撞到我哋嘅 camman， 但係兩個仍然喺度彈緊啊！跳繩學會，好啊！咁一個即刻，阿超哥再嚟一個嘅。落咗地下，不斷打做一啲嘅 ground pounding，但係超哥打落我哋個 logo 度啊，打唔到個人頭啊，咁啊然後，哇咁啊10秒過去啊，咁啊上翻嚟，你見到好啦，咁啊你見到如果着衫冇用啊，露咗個鏈出嚟，咁啊跟住之後咧，阿魚寶咧就繼續諗啊，超哥仍然都係手低㗎，即係好想做 take down咁樣，見到阿魚寶應該睇太多 Conor McGregor， 你見到佢個格都係彈下咁樣嘅。咁啊似啦，不過就暫時好似唔係太見到個功效。哇！超哥仍然都係有少少迷惑人心咁啊啲動作喺度摸喺度握手啊兩個係嘛？交請願信，係摸嚟摸去，喂冇摸打喂！係啊，超哥度緊個距離啊！好，已經彈咗2個鐘啦。好啊，跟住之後嚟一個低數啊！試位，喂打喂！我見到兩個都。因為阿超哥其實都係打被動啊，即係打第2排嘅，咁所以咧魚寶咧就阿超哥忍唔到啊，打咗3拳中晒嘅，咁啊魚寶就話中咗個後腦，咁啊有啲現場嘅觀眾啊鬧啊唔好扮，我估就唔係話扮唔扮嘅，係啊 OK 嘅，我哋見到啊魚寶咧手臂上面紋咗個初心喺度喎，其實好重要啊呢樣嘢，唔好忘記初心。好啊，好咁啊，然後就啊行師傅啱啱個動作係，我代佢同你講聲對唔住。好，睇一睇個現場環境。好啊，好咁啊，魚寶點頭就表示可以繼續啊。好，比賽繼續。咁點一點拳套啊，超哥仍然都係好啊。咁啊，超哥對於腳咧就有少緊張啊，你見到佢，所以都係。受傷為前提啊，但係你見到阿魚寶都去儲緊氣啊，都儲咗一 round 樓啊，咁一個嘅空手道嘅踢法啊，一個前踢，你睇魚寶都係彈住，好一個嘅大勾，但係就 overhead two over，超哥嚟一個，哎呀一個左勾，成個跌低咗，咁啊阿魚寶突然之間佢企翻起身發覺，原來 Strike Bell 係落咗地都可以出拳啊，咁你見到阿魚寶都瀟灑嘅，但係就中咗2拳，仍然都繼續彈，咁啊。
你見到余寶，好咁啊，第二回合結束啊，見到，好啦，咁啊一個低數啊，我成日聽咗現場嗰啲聲啊，搞唔掂啊，大佬，我都係要聽翻啲咪聲。好咁啊，現場情況非常經典啊，亦都係非常之精彩啊。好，咁啊，阿余寶都當 cardio 咁做啊，好大汗啊，飲一飲水。咁啊 ，Corner Man 就同佢提一提，究竟可以點樣處理得好啲啦。咁啊，呢個時間 Corner Man 都好重要，因為始終去到第三回合，其實雙方都冇乜話特別大嘅優勢啊。咁你見到阿超哥都好定啊，同埋阿超哥嘅 Corner Man 應該就東風。係啊，咁啊，比賽繼續啊！兄弟，如果係冇撚得打啊！喂，留言講下撐邊個？嗱，兩個我覺得暫時1-1嘅啫。你見到阿超哥都企到直啊，即係真係前輩啊，就係咁樣啊，好定嘅。好咁啊，第三回合啊！好咁啊，掂拳套。我哋見到啊，超哥咧都係唔會太食腳，但係余寶又唔係太夠膽入喎，因為始終入咗去嗰個超哥絕對位咧跌㗎啦。好啦，咁啊，超哥打咗兩拳，余寶就彈後得好誇張啊！嗱，有話拳怕少壯，但係你見到係超哥係唔怕完全。好咁啊，然後就兩個繼續啦，咁啊繼續喺度凝視 gaze， 係啦，兩個繼續凝望對方。我係咩個頂膝？你見到阿余寶咧，成日都拉住自己嘅拳頭喎，即係好似係殺龍有悔係嘛？即係埋到去唔打咁樣樣。點解咧？咁OK， 降龍有悔 ，sorry， 唔好意思。好啊，好啊，咁啊，然後超哥打咗兩個，中咗頭嘅，中咗頭就好啦。呢個超，一個超哥，一個踢單，搭咗地下，哇，做啲關翻明啊！余寶而家係完全係一個捱打嘅狀態，有10秒過去，比賽結束啊！裁判判斷 TKO 啊！超哥等咗3啦，好，見到呢一套嘅畫面，可以用粉筆滾住佢。超哥贏咗都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佢哋就係話你聽到現場嗰啲聲係後面好似街霸嗰啲咧，街霸嗰啲。恭喜晒超哥，咁啊東方嘅 Corner Man， 咁啊余寶都係冇事嘅，都係好尊重。喂嗱，55歲到22歲，唔好同我講歲數係啲咩 matter 嘅嘢。係非常之英雄重英雄啊！我都好 respect 余寶啊，但係希望佢可以喺呢個擂台上面出現。恭喜晒梁公超哥！咁啊，唔好意思啊，余寶，即係表現好，都打到謹慎咁，但係超哥都係一個有經驗嘅拳手啊！咁啊，拳怕少壯還少壯啊，薑越老越辣啊！咁啊，恭喜晒超哥，辛苦晒余寶，兩位都係識英雄重英雄啊！你見到啊，超哥都送個心俾大家，差唔多啦，超哥好嘛，出去唞唞先。好，超哥呢個歲數係你知道。